家地方医院，并且将患者运送到了我现在所在的火神山医院。那么我身后就是火神山医院的感染气科2病区。那么这个病区也是最早具备接诊能力的病区之一。前天晚上在这里进行了通水通电以及污水处理的设备运行。昨天在这里进行了新风输送、氧气供应等设备的完善。目前病区内部的各个生活物资以及医疗设备都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这个火神山医院可以容纳的床位有1000张，同时不开设门诊，主要救治确诊患者，并且开设重症监护病区、重症病区、普通病区，设置了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诊断等辅助科室。那么在此前的探访中呢，我也了解到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同时对我来说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里的物资包括药品都准备得非常的充足。我们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专家和队员们都告诉我说，他们这次有信心也有能力打好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王岩。的协和医院，所以说一旦这里的病人出现了一些急救的突发情况，是可以马上送到协和医院去进行诊治的。当然了，作为一个展厅方医院的地点，那么这里呢是这里的1楼大厅。其实说实话，我不大清楚大家能不能开始建设的。那么来这里的工人们呢是各行各业，据我们了解啊，有地铁公司的地铁集团的工人，做一夜加今天一上午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方舱医院的雏形呢是已经出来了。南庭一边是西庭，那么这一次方舱医院的设计呢，也是按照这个将1楼大厅分为了3个医疗单元。那么楼上、2楼还有不同的病区，我们来看一下。以我身后的这个小病房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排呢是有10张床，是不如一些正规医院。所以说这里收治的呢都是一些轻症病人，而且建议收治65岁以下的人员，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更好的会从全市各大医院是调集充足的医护人员到这里来对病人进行救治。